今仔日是高中考大学的学测的头一天，今年是有121000人考试，其中考自然的考生是有史以来上介少的。不过，多数的考生有关是全部的科目拢有报名，希望是会当提升个人申请第一阶段通过几率。看笔记重点，搁写一粒试题。大学学测头一天早起8点，台北二科区的台师大考场，部分考生提早到位。写一下吧，就安心一下。12点左右，状态还行。昨天是比较早睡，11点。希望以上好的精神应试，因为学测若是大学申请入学的第一阶段，不少校系的考试分法原来会参考。大考中心统计，今年总报名人数是12万1，国文、英文有12万人选考，数学 A 9.2万人，数学 B 10.1万人，社会10.2万人，自然8.1万人。可能这科考得特别好，那就是学校可以多选科系。我们就想试试看啊，如果考得好，那就是有大学嘛；那考得不好，就是拼统测啊，然后再分科之类的。数学 A、B 拢报，还有人考的总报，都是希望增加通过申请一届台选的机会。今年申请入学，代在内拢总7间医学系，要参考社会科。随机采访资源组的同学，拢表示赞同。这样子也要读到社会，那医学系也会比较强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对啊，就是也是要有一点基本的社会素养。学测头一天第一节上场的是数学 A， 大考中心统计，缺考率2.55%，比去年小可悬一线。雄雄发生的伤病36个，开备用市场22间，考区受理3件雄雄发生的伤病，出自器械加灌使用的手受伤，用3间备用市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